好，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2025年8月初二，咱台湾时间的暗时10点，咱193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也是咱每个月的头一场固定的台湾文学欣赏会。今仔日咱同款要来读册，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润呢。今仔日咱要读的这个主题，今仔日的主会主题，就是台湾国语第6课。咱台湾人讲台湾话，爱来起咱台湾国，咱就爱晓咱的台湾国语，用读册会的方式，和大家做伙来讲台湾话，用读台文。今日讲的这篇文章是台南高镇的消息。今日讲这篇的小解，这几年大家真正是到即马犹原战争大大影响咱全世界。准讲毋是属主的国家，咱即马大部分的人上知应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那迄边，对2022年到即马还阁咧战，阁有像以色列甲迄个巴基斯坦迄边嘛是还阁咧战。其实战争对咱台湾来讲，有影是非常要紧的一个主题。特别是现代战争伫无共诶发展军事发展，其实拢有足侪无共诶爱注意诶所在。总是咱台湾人，其实有一寡人认为咱即摆已经是咧面对战争诶状态。有一寡人其实甲咱做伙生活伫台湾诶人，有足侪其实无安尼认为，也是咱到底就认为讲，中国到底敢会拍过来等等的，其实定定拢是争论这无足关心的问题嘛，是阮从细汉到大汉定定咧听，毋过大家有啥物感觉？咱毋知，毋过咱会当相对了解咱，大家人的想法咱毋知，咱会当相对了解咱台湾过去，敢有相关的历史来切入。所以今日经这篇文章，或者台南高镇的消息。是1895年刊伫虎城教会报8月之的文章。1895年也就是日本迄个时阵要开始来甲咱占的时阵，就因甲清国战了，要开始来占台湾。迄个时阵开始占台湾，一步一步要占来到台南的时阵，教会报有相关的消息放送，咱做伙来读这篇。看当初时的台湾人，伫1895年的台湾人，日本要来占咱台湾的时阵，会当对这篇片着一寡当初是咱台湾的气氛，咱做伙来读。好，做伙咱今日的读册会要安怎进行？我先来说明一下规则。稍等一下，我切一下画面。好，若是讲有迄个邮寄，要袂有这篇档案，会当去看。会议间的对话式，拢会当去看。我等下嘛会倒影，互大家看。好，安尼我即马分享画面。好，我想说明今仔日咱读册会内容，读册会的规则。安尼好，咱今仔日读册会我慢慢读册会说明。今仔日读册会这个流程是做伙来讲台语升甲我妈妈协会，好无？拜四的固定读册会，拜四的时阵，拢会有分无共阶段的读册会。其中有一个阶段，阮咧读教会报的文章的时阵，阮就是用今仔日这个流程来读。主要是毋若讲会当学台语、学台文，掠话嘛会当去互相互台湾话搁较进步，有掠通的机制，嘛有针对文章内容的讨论，会当互咱去交流。咱虽然无共款的想法，安尼好，所以咱第一步伫读册会正式起稿进前，咱会希望读了，咱逐个人拢先读过。有消化吸收了后，想看敢有问题。无论是迄款洪总兄，请。你这画面呢？感觉真细致安尼，好色安尼。对，因为迄个我都放大无。
我等去迄个，我等去只 message，无要紧，我等下会用较大，因为即摆即个是面册，我拄好无法度放大，毋过等下文章本身我会放较大咧，安尼。哦，了解。好，多谢洪东兄。好啊，咱先读过了后，无论消化吸收了，想看先家己先想看敢有啥物问题，啊，无论是语词、台语方面的问题、语法，还是讲是文章本身伊写的代志、内容的主张，拢好。啊，读册会的时阵，大家做伙来讨论。啊，真歹势，因为即阵啊，拄好我妈妈的活动较无用，所以有影迄个消息是昨才放送，所以我相信足侪人可能也袂先读过，毋过无要紧，咱等下来读的阵会当做伙慢慢读安尼。好，啊读煞了后，咱毋捌的语词，啊甲讨论的语法、笔记啊，会当写伫即个共同笔记顶头。啊，等一下嘛会分享互大家，时间我嘛会放大，大家放心。对，即摆只是 iPad 的画面，时间我会册电脑的画面会当放大。好，啊，过来语词讨论了后，咱会个有相关的内容的问题，啊，甲想要甲大家讨论的看法，有问题拢会当写点遮即个问题共同笔记的单。啊，目前有7个问题，啊，若是讲大家等一下阁有想到嘛，咱阁写。啊，咱真有可能无一定有法度7个问题拢总讨论着，毋过时间大家嘛当甲放下的问题留啊看一下。啊，咱等下进行到即个部分的时阵，我可能会甲大家做伙先甲每一个问题拢读过一摆，啊，看所有的人对遮个问题倒几个较有趣味，啊，咱针对迄几个问题来讨论，安尼。好，所以读册会，等下这是读册会会前的准备。啊，等下咱读册会正式起稿的时阵，咱咧读这篇文章台南高层的消息。啊，迄个过程是我等下会先问有要做伙读的人。啊，我就会叫大家会替大家排一个顺序，啊，咱就照这个顺序轮流读。啊，这个读其实你要读到底拢会用一，对，咱就照顺序轮流读。啊。你要读一句嘛会使，你要读2、3段嘛会使，对，你读到饱，这就是一个读到饱的迄个buffet，对，你就读到停了后，就对后一个人。啊，因为咱有排顺序嘛，所以咱希望讲你会当特别，洪同学，稍等我等下讲，我等下，开始。因为我今日早起床啦，我4点就起来吼，我今日等下惊困，我等下想要读吼，我会用先读无安尼。好啊，好，无问题。安尼我等下摆卡头前诶，多谢。好，安尼咱迄个头前后壁诶人，咱就互相特别斟酌听，主要是听，因为咱咧读台文诶时阵，咱大部分咱目前诶学校拢无教台文，所以较罕得有人从细汉读台文。啊，咱嘛知影咱台湾话有转调诶，即个主人诶现象。啊，若是讲咱咱读文字咧读诶阵，若是读无够紧，有时就会转袂赴册。比如讲，咱诶或者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可能变做文化论坛，安尼对变做册2边，对，咱互相提醒。若是讲一寡，咱相互看毋对去啊，掠堂互相提醒安尼。迄是规篇读了诶时阵，咱才来互相做提醒。互相提醒，啊，搁来讨论，互相提醒了后，咱就开始讨论拄则讲的迄个语词甲语法的共同笔记。啊，看了搁看讨论的内容问题。好，这是今仔日咱读册会第放的方式。好，安尼咱煞来，特别来看今仔日咱的这篇读了，或者台南高层的消息。好，安尼。若等下有要做伙读的人，敢会当举手，对，伫迄个会议顶啊，迄个举手，啊是若是了举手的，当开麦甲我讲一下，开麦克甲我讲一下，啊，我通排顺序。拄则有洪总兄，我先读啊，过来着，然后迄个议题敢要读，我先排洪总兄，好。有人也议题，
我试过买。好哦，赞。我半点钟了再告诉啦。我有看到你的三下，我甲你摆较后壁的，我甲你摆较后壁，你等下。我想你哈。好。干空间有没有想看嘛？歹势，我真点我熟悉的人，对我无熟悉的人，但恁唔通歹势。无嘛，不要紧咯。迄个敢是国华这敢有要读，还是卡罗敢有要读？看卖，这个是礼拜。那有诶嘛，当迄落伫对话窗啊，画声还是野手拢会使。拄则我看有李勇即摆甲我选去。我嘛会使。好，阿弟，好，就有风，好有风，安尼我摆有风，个摆阿弟，老欢喜摆较后壁诶，你车驶较慢诶哈，免伤慢，较紧到厝诶。好，安尼咱今仔日迄个顺序，咱就照安尼排。若是有人头前听诶，雄感觉加足有信心嘛，想来试看卖，嘛不管是会当伫迄落咱换人咧读诶人旁画声，咱就会当继续排落。好，安尼咱就照即个顺序，我是头一个，过来第二个玉凤风中兄，过来一题，过来玉凤兄卡罗嘛要读好，我甲老黄伊摆上后壁好啊，伊个咧赛车，安尼卡罗摆头前，好，卡罗嘛要读好，过来伊摕了是玉凤，过来玉凤兄，过来是阿丽，过来卡罗，过来欢喜，好，安尼可能大家就甲迄个头前后壁诶人记咧，伊咧读诶阵，咱就特别斟酌来听。好，安尼就对我先来起稿。好，咱今日读一篇台南高层诶消息。日本人较慢来台南，是因为惊大热甲海影伤大。我伫8月半，因的舰船甲平船侪才有组织伫平湖的准澳，到8月22透早25，才平船出澳，过来布地喙的地方。迄个港口伫府城的北边，离差不多六浦路。游玩迄日到下晡时，有另外24只平船出澳，过来枋寮，就是伫其后的南边，离差不多六浦路。因为伫布地喙有人要阻挡日本兵上山，就因有烧毁迄个所在。后来日本兵有渐渐行路要到府城，侪侪人有甲因做对敌，所以因伫四围有烧因的砖头。这是真大艰苦的事。好，我先读到这，过来请洪忠兄。你画面毋是讲要甲伊放大？即摆敢有歹势，佫无够大，安尼我测定咧，敢有佫较大？安尼较大，安尼较大。好来，对叫食食。安尼有加上大嘿。好。伫枋寮，日本人用无拢下落遐，拢无拄着阻碍，因的大只船袂得当驶伫千岁。
千水，千水，千水所以有用三只火运船啊，火运船啊，火云船啊，火运船啊，72只日本的三帮啊，三班啊，三班啊，甲10只大，这个所在看袂到上船，哦，因为我这有一个迄个乌物件搭伫遐，上船，是载兵，要甲会密，会密，是会密啥？会密会不的会的是会密会不了会密，到海基，过差不多2点钟，拄有8000兵，2500只，要甲马，哦，我看，马啊还马，对，要甲5000吨夫，军夫军夫拢上山，便，是便，通去战，是军兵有紧分开，是分开，有诶去南市，有诶像是较济你甲刷较悬啊，较低啊，较济去北市，才会去北市诶兵，伫8月24到到东港是也伫8月28有入比头啊，鼻头城比头城，后来有煞行伫北平，讲到这吼。好，多谢洪总兄，安尼过来着一题，好，伫8月27日本的战船有拍其后，总是迄早起未有天光，留钦车的兵有拢走去府城，有拢走去府城，独有留几若人伫炮台内通开枪拍日本船，到看起拢无采工，因也有走日本有拍其后对早起7点，撑到下晡2点半，因的经济
庆记因庆忌有淡薄害着外国人的厝，也无虾米大害着炮台。到日本的兵有上山，因中有人去收两束光，领事馆，甲别个外国人的厝，伫遐的厝内有中国的妇人人甲囡仔秘咧，因为因拍算迄号咱即马可能较定听着迄落，哦，迄落厝，迄落厝是较土道，可惜有日本兵找着因，就拖几若个查某人到唐人的厝，因伫内面的所做，毋免详细记，实在是大可能会输，可能对。可能会输。好，到这，多谢。好，下一题，安尼过来，咱请玉红兄，敢是我无确定，是咱来着玉红来读。好，伫炮台内开落尾门的枪，要拍日本的战船，迄个中国兵一贴带伫其后，因咧做日本日本官的大大灾大车用，总是迄个日本官毋知前的所做，现时其后是不知留咧逐日有济旧理大米出入。日本人伫做铁路，要牵对其后到府城，确实无虾米严重，总是别日因要换较大路用的。我伫8月尾，老亲戚有听见日本兵伫南北方伫上常较赢。
也有渐渐地行活伫府城，所以伊有请英国的领事官去澎湖求和，佮有找两个做生理的外国人去家己有缘求和，遐个人去家己无采工，因为迄搭的将军应，因独独嫌老亲妻做贼，领事官到澎湖迄所在的大人讲到8月24因的战船要到安平，就老亲妻若要出来落船，无品按按按正样，无确定，按怎因样？要按怎样啦？按怎样？按怎样？因要收看，想看，还有，我写一要想看，哦，对，想看，好，想看到想看怎到，样说法到8月24因有来，总是老亲戚毋出去，规伫因独独到下晡时有升飞机伫大炮台的边仔，日本有听候到明仔载，就因为亲戚也是第二大官无出来，所以驶船伫外海倒转去，老亲戚随时留伊的地旗，累伊的地旗落来，也有吩咐吩咐人担军装出伫府城外，讲断要甲日本相拍，总是对迄时伊要求和，也因为伊有升飞机，人会晓想伊本身伫心内无迄个意思，无迄个意思伫咧，
多谢哟，你有要继续读无？后壁阁有哦，因为伊后一期有继续看消息，还未放煞。我先到遮好。好，安尼多谢玉红兄。好，安尼咱后一个着阿里，啊个来Carol请准备。遮。从8月尾到9月头时，住伫府城，甲近赴的所在是不知危险。伫8月2日，伫满头有迄个极大油门的事，也满头自无的人有刷寄批信来府城，来说地省着照灭基督徒，若准因家己伫满头已经所做的款式，感谢上帝因的道无拢无成。日本兵对彰化家己落来，甲遐的兵队布袋喙，来的有3军活合作会，就一直进前就近府城。照日本的将军有计无，北路甲南路的军兵到9月初6还是初7，就做伙攻击府城。总是因为因南路来的兵无拄着什么对敌，因有较紧行。到9月初3，因已经得要到府城。好，我读到遮。好，多谢阿里。安尼过来，咱着 Carol 欢喜我咧使请，若是你迄阵未，我着继续读。好，Carol 请。等下我伫9月初2暝老轻车有计无走路一只火纹船，叫做代理师，就到边仔载船有交去营门，下门，要求日本的政船2摆去掠着，也因的官有详细询看老轻车伫船内也无，因有伊的翕相，也有豆对看，总是找无着。照人讲，老轻车有剃喙手，穿富人的衣裳，
也有互囡仔趁即个假无有袂吓日本人，因就都超找大部的搭客，所以被认知装做富人人的老轻车。9月初3就是礼拜日，府城人在新车，伊的大官甲伊的亲兵拢有走去，百姓真大惊，因为毋知要拄着什么代志，也因中有人来新楼求援，着报日本人知，因宝贝甲因相拍，阮有甲因讲。正人若实在有即个意思，因是大人，因是大人，着被办比贴，就阮要寄互日本。因为大家爱较详细知消息，有派因先生去安平探听，伊伫街路看见店头拢已经关，也有拄着。官兵真济，对安平来爬出府城的当兵，到安平有看见官兵真济塌路，因是不知大艰苦。有诶有将因诶，互伊赶甲因诶军器拍迄架伫路里，到海关遐有拄着2个外国人。就是老轻车的税文师甲一个做生意的头家，在受官兵的军器入伫战经内。若无做安尼，行了遐的兵，爬去大了乱伫安平甲府城，所受坑的钱，约是5500支，也伫迄个税务司有写批土中英国正船的官甲英国第二个领事官，以及英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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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荷兰西的领事官就报日本人在山顶的消息，后来伫爬落山的时，有途中伊写先生也着去甲因讲，总是伊到英国的战船有听见日本战船的大人已经拢知，所以较好毋通搁再甲因讲。到明仔载，因有意思要上山。好，读到这。好，多谢 Carol。老王也让他还是会当。好哦，来，赞。迄个礼拜二下晡时，有呼声来4位的兵务人提供兵帖来到北务司甲宋务司，请因本身去交代日本官，因为南路的兵是较紧伫府城，北务司甲宋务司。巴木苏，巴务司甲宋务司有做定着要去遐拄着因，有长人19个参英三角去，到差不多伫离镇行会溪，因有拄着日本兵，因的将军讲府城百姓，若承认有迄个意思，伊会甲伊的兵明仔载透早要去行，人去困2-3点，钟前，兵丁拢比班去行，北务司、宋务司甲因杀甲来，晚8点钟上。你敢要读较慢呢？我的意思是，你敢知你咧读啥？对，你来较慢小看，对，安尼较有法度理解。我8点钟就是9月初4拜2早起，日本兵有入府城，也拢无人失落伊的性命，咱的确着感谢上帝。过程无偌久，日本人对战船伫安平上山，感谢因的军器的长人兵。已经大家好，因为好已经。
好，已经写因的军旗会当人兵伫遐底咩庆，毋敢是庆号庆号，日本兵无共，日本兵无共因独有为因掠做犯人，犯人，犯人靠，因为因讲要上山，靠上山靠山，靠山，毋是靠小伫安平的外边有56个唐人兵住伫庙内，互日本兵。你跳蛇，你会当对我迄落，你安尼跳，对我意思是较办是安尼。伫庙内咧困，伫涂骹困伫涂骹，食困伫涂骹食鸦片，互日本兵废人甲找着，才将忽然间，我紧好，忽然间找着，好过来。忽然间找着，才将进袂到什么？唱袂到，曾英庆咱曾英庆人拢死，正人正人拢死，甲是日本兵是受气，因为咱老甲你同姓，因为老金车有金车有脱离因的手，所以有兵仔促使咱三做安尼，我先读到遮。好，多谢欢喜。好，因为拄则头前有报名的人拢读过一摆啊，敢有人要试看卖？若无啦，咱就搁对头一个开始叫轮，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就搁对头一个我来叫轮，剩一点点仔尔吼。好，来，日本兵得到俘虜了。就连面敲找别人的厝，可惜有的抢人的物，也有的糟蹋富人人。因几若日久行安尼，得到百姓的心真大烦恼。过10日的中间，人毋敢开因的店。也到这条大坎的坐也袂开，搁有人坐因为袂吞忍艰苦，有搬过去长山。日本的官是好，也因的兵有的是好。有的是无，军府较济互人嫌因的无道粗俗。后来才的军府较济要倒去因的国，兵丁要徛起伫野林。也官府要设文书的法，若到迄时看台湾的百姓较有通安人，若无，伫南路瓦山骹的客人
要袂拢归日本，所以日本兵去伫遐咧拍。搁日本的战船已经有去后山，总是阮对遐要袂听见教会的消息。阮时时替兄弟姊妹甲其有台湾的百姓大忧闷，也偷偷为着正人求上帝。阮若有机会，就有求日本人着人民教会的兄弟姊妹。可惜阮拢无权通保护恁。大家艰苦的事，一项一项，拢着摆咧伫上帝的面前。伊是无所不能，也有无限量的仁爱。咱伫即世间所受的艰苦，拢未必得耶稣所经过的。伊有体贴咱，大疼痛咱，所以咱着报答伊的恩，大疼痛伊。这个是咱的本分，也是咱福气。好，这是咱今仔日的文章，是迄个台南高镇的消息啊，也就是伫1895年的教会报啊，迄个时阵来有听到日本要占台湾的时啊，其实毋是一天就全面拢占去嘛，咱就慢慢有法度就这篇文章会当想象，日本要起来占台湾，慢慢啊，伊是对北边、对南边，安尼慢慢啊去到政治中心，府城是其中一个政治中心，啊，迄个阵人心的变化啊，地方的大官走嘛，老钦车逃走，是百姓诶烦恼社会气氛是啥款，拢会当对拄则大家读的过程，小可感受到1895年迄个时阵台湾的气氛，啊嘛会当感受到上尾，因为这是教会报，伫迄个时阵人心不安的时，有信仰的人安怎来去，敢是心头会掠较知，还是咱家己交托互上帝，还是啥物款的存在？就拢会若是大家有想要讨论的问题，拢会当写伫咱今仔日的问题讨论遐，咱落尾来讨论。好，安尼伫正式来讨论，可能咱拄则读的可能无遐尼熟悉的词，也是讲词甲后问题以前，咱先来掠通即部，就是咱拄则读的时阵，若是有读顶打去的所在，咱就请互相提醒来甲伊点出来。啊，即个部分是伫乌妈妈的读册会内底正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咱其实应该罕得有人，因为咱还未有咱真正用台语台文咧教咱的台湾囡仔的台湾国，所以咱应该罕得有人是从细汉读台文安尼大汉的，所以读台文较无熟手是真会当想象，嘛是大家通常的现象，即个代志。啊，若要进步，其实常常咱家己咧读的时阵，无一定有法度。咱咧无用读迄个文字，咧无用读伊咧写啥，无一定有法度听到家己的声音。所以入做读册会，就当互相听，对方的声音，啊，替对方记落来，啊，甲伊提醒，啊，迄个人会当思考搁翻头，像咱即马拢有咧录影，会当翻头去听讲哦。原来我迄个阵在读的时阵是读安尼啊，若是讲我是听的人，敢有法度知影我咧读啥安尼啊？会当安怎调整，安怎长久对？所以即个部分的设计是因为安尼啊嘛对，
正式开始了之前嘛，讲较歹势，迄个咱第一面啊，第一面的迄个，因为这拢是扫描的原档，当初是教会报的原档，啊，迄个扫描的品质有时啊就会较无，所以拄则黄宗兄在读的时阵，有影迄个字拢较无，所以较学得认对，啊，就较歹势。毋过我妈妈的读册会伫读教会报的即个部分，也是讲其他的文件，其实若是讲是有出版品的，阮拢会希望尽量去读迄个出版品的扫影原图，也是讲有法度直接就摕到出版品，当然是上好。对，啊，毋过若是像教会报即款有年代1895年的，像咱今仔日读的，咱会希望尽量读扫影。虽讲网络顶头你若去台南高层的消息，应该嘛找得到有人甲伊电子化的文字档。毋过阮安尼设计希望直接去读扫影，是因为咱伫电子化的过程，其实这一定是较现代的代志嘛，可能是700年、800年、900年，甚至2000年后的人在处理啊，希望互更较侪人读着。毋过，因为当初是即个扫影，迄个阵的教会报咧读台文的人，是真正足认真读啊，因的错误嘛比较较少啊，甲迄个电子化的过程，其实大部分的人已经是台语环境渐渐咧流失，啊，台文嘛较罕得真正有人完全以这主要咧读咧写，就有可能是电子化的过程，若是有顶档。以阮的程度，可能无一定掠会到，所以阮就是想讲读原档，若是有扫影，阮就会尽量读原档，安尼对。好，安尼咱就入来到掠堂即趴。好，安尼若是讲有拄则有读顶打去的所在，就请咱正兄姐互相提醒。好，安尼伫我头一面遮，咱敢有人？有要互相提醒，有掠着虫的，要来掠包的无？好，大家毋通客气。好，啊，我先迄个讲，拄则因为有较无的部分，所以像迄个有讲日本边有迄个马甲会面，迄个是马，对，因着真正是有牵马来。对，所以是马啊，海豚，对，这应该拢是即只有较无，所以拄则敢若有小可较读较走前去，安尼。好，第一面一声、两声、三声，安尼咱着后一面。好，即马咱这拢讲海豚吼，海豚海边嘛吼。伊讲伊是写海豚对。就是海边啦吼。对啊，应该海豚，大家海豚甲海边，敢有啥物无共？对，我敢有啥物？就我嘛是安尼理解，啊，毋过我无可能安怎佫较好来解说。对，海豚、目睭豚、餐豚。好。鱼敢若是咧花，啥物款？对啊，对啊。人讲大碗佮满鱼，咱若要趁钱哦，安尼。对。注价就是迄大碗满鱼，迄鱼可能是碗的迄个外口即个啦吼。是。迄个所谓海花的款啦，海鱼啊。对。好，安尼咱后一面遮。敢有人即趴遮哦，伊摕读足侪呢，真好。所以敢有人要到掠虫？伊摕头前洪宗兄敢有听到的？敢有要提醒？拄则伊摕咧读的时阵，就你后尾一个人，还是讲伊摕到后壁迄个是啥？哦，迄个玉峰兄。玉峰读真济啦。好，玉峰敢有要？玉峰兄敢有要迄个？敢有要提醒伊摕的所在？我家己无啥物印象啊。好，了解。可能爱其他的人斗找，嘿。好，无问题。啊嘛，甲大家解说即个设计，其实阮深头即个设计嘛是后壁才补起嚟的。
因为深头若是有本地就已经有掠读即个机制啊，啊毋过若是讲无去分工，就啥物人爱掠倒一个所在，就变做永远拢是几个人较熟手的人咧掠，啊因为甲人掠读其实嘛是家己的一款练习。你讲掠读啊，你一摆规篇文章拢读了了，啊都袂记哩啊，读到尾啊头前都袂记哩啊呐。对，有影，所以就嘛爱分。你若讲念一拍两拍吼，就来掠读嘛，掠较会着啊你。读到后边头前都无去。设定是因为想要先甲规篇拢读了，安尼迄个故事性较会连贯，还是讲有迄个伦理的思考会连贯。啊，佮掠读的时阵，咱就变做是我负责掠，我头前迄个甲后壁迄个我先掠。啊，若是我掠无着的所在，其他的人才来补充。因为甲人掠读嘛是一款练习，咱毋若咧练读啊练读台文嘛，啊甲读出来，咱嘛练听别人讲，因为别人有可能读顶档的所在嘛，定是我家己有可能读顶档去的所在，安尼，所以阮后来，而且佫有一个迄落啊，人的意志其实是有限的资源，无法度规篇自头到尾拢足专心的，所以若是要逐个规篇拢爱掠。其实就等于讲，大家无一定有法度规篇拢掠，就不如分配管区，互大家我即拍，就我家己即拍，当我咧读，就足专心诶。啊，我头前甲后壁，我嘛当专心一下。其他我可能较闪神，就较细心，可能就无要紧，有其他优质咧顾，安尼咧顾产水，安尼好。安尼我议题即边我拄好有拿做笔记，啊，我就大概讲一下。我做迄个笔记有清晰的部分，基本上，可能是拄则有听到议题，可能读顶档的所在。嘿，有风请，有风请。我想要问一下，迄个机后是伫个啥物所在？机后伫打到伫机顶遐有一个机后炮台，大家当查看觅。对，啊，嘛。即摆敢若会有人伫遐办婚礼，有一个婚礼场地啊嘛是佫古迹，保留甲真好，对，会当来打到佚佗。好，啊，佫来，有迄个，我要请教一下吼，即个文章吼，咱读完的时阵，咱讲我都上规个故事吼，安尼佫甲review一摆安尼，我大概咧讲啥物安尼？我即摆也无即个能力呢，就是讲你讲。你若讲啊，我拢读完啦吼，啊你甲我，是，为头安尼甲我讲一摆互我听啊。其实这是较歹势，是因为我有较歹势，是因为张家放消息，所以大家袂互相拍，所以其实若是大家拢有先读过一摆。读过了。对，啊，今仔日你就是讲，我即摆册莫看，啊，我将即个故事为头讲到尾安尼。我著讲几声、7声、8声无，有法度即个能力安尼。我感觉这个需要训练呢，我现在目前无法度安尼。啊，无你为头读到尾，我都真正会当记无几项。对，这个能力会当练啊。我嘛是甲大家介绍，我嘛读册会迄个包括规则啊，是讲阮安尼安排后壁的原因嘛是互大家会当参考啊，会当做家己一定读册盘，就其实线顶嘛会使啊。阮的方式是固定逐礼拜拢有咧放，阮已经放超过2档啊！啊，其实真正是阮翻头过去看迄个阮深起股的时阵的录影，啊，甲即摆的录影，就真正大家迄个进步真多。是哦，对，所以第深头读了，毋知我拄着倒去读啥，是世界正常的代志。对啊，我是看即个政治人物拢有即个能力，就是讲。你提问啥物问题吼，啊，伊拢会记录落来，伊就是大项的记落来吼，啊，过来伊就我就回答你的问题安尼。有当你提3个问题还是几个问题吼，伊拢记会起来咧。这需要训练，我感觉这个最要紧的。像逐个人若拢有这个能力，咱互相之间咧沟通特别，拢会加做顺的，做赞的。是。好，以上。好，我等下谈了，我来试看。对我讲看觅，对，安尼咱进入问题讨论的时阵，可能嘛较有意思。我若是讲无对的，会当大家补充好无？因为大家就算拄则无读的人，拄则嘛有哪听。好，特别是听的人，你毋免读说，无定恁头壳对文章的内容理解无定佫较全面，安尼。好，安尼
伊提即个部分我有记着，要袂赴第二段总是迄早起袂有天光，老钦车的朋友袂有天光，就拄则迄个天，我毋知我听着啥。好，天光，我毋知，我看知影是天光。对，好，我袂记哩啊，我即满袂记我迄阵听着啥。好，还佫有炮台来，嘿，有风声是有风声啥？因为老轻车伊敢是老兵团，是无毋对，大家慢慢迄个故事里头起来，再发起来，都是老兵团。好，走离，第三只，无采工，因也有走离。是啥物意思啊？走离就走，你走有离无？走袂离？哦，离开的迄个离。对，到看见无采工，因也有走离，发现讲安尼一直拍无效，就因就规气紧走啊。哦，对，也有走离，对。迄个点钟是迄个点钟，其实较敢若咱再来文献点钟即两，咱7点钟咱拢会叫是点钟之间有迄个连话对无？毋过其实阮去读过去的文献，定迄个点钟拢无连话，所以是日本有拍机后对早起7点钟到下晡2点半，所以应该是早起7点到下晡2点半。毋过迄个点钟伊若安尼写，因为分开应该读做7点前到安尼，敢若是对。好，佫来，后一个7点钟毋是一个时间啊，敢若是呢，就是会知影7点的时间。哦，7点无讲7点啊，7点钟我就是讲你做什么代志做7点钟的久啊。毋过其实我感觉咱做趣味的，因为咱去读，咱去读即个，过去1895年的文章嘛，迄个阵人讲到，敢就是安尼，无确定，因为这是书面嘛，咱读的是书面。迄个阵人讲话，台湾话，甲咱即马有可能咱亲像迄阵，即个时阵咱读的阵，日本也未占台湾，过来台湾话就受到一寡日本话影响，过来咱又受到足侪中国话影响，所以足侪语法就会无共款。我感觉足趣味的，像拄则我读到一寡语法，我嘛感觉安尼讲，咱台湾话足水开的。毋过若是即马，像伊拄则讲啥物，伊拄则有讲。因迄个日本人要掠迄个老轻车，因一个上船去看讲，要掠嘛，所以因拢看查甫的，因讲有一个相对看，因无讲一个，因就讲有啥物啊？敢若伫后壁，咱等下读着，咱等下留我看一下。我感觉伊迄个讲法足水开的，毋过若是咱即马讲，咱就会讲一个看讲敢有。老轻车，咱即摆可能安尼讲，就足无水诶。毋过拄则迄句，我拄则读着，咱等下留我来看卖。好，过来是伫遐诶厝内有中国诶富人人，所以厝内我有甲画起来，我袂记是啥。我在读着厝内。哦，可能是。好，过来因有拍算迄落厝，对。可能对，就人民的人啦，可怜真可怜的事，意思就是伊叫个糟蹋富人人嘛。在战争的阵，对查某的定定会互糟蹋。哦，我这篇我有发现伊的迄个伊的可能的事，对，拢接一个字尔，接一个字。是，对啊，我嘛读这足趣味的啥呢？有啥就足感性、足水开的，无伫遐咧，做做话使做啰嗦。无咱即马拢讲诶代志，嘛无一定袂使，毋过有啥原来其实佫会当安尼讲，而且咱即马咧读着的阵诶台湾话，可能就较无像即马中医诶霸权即个时代咱要卖受中医影响，其实是较恶诶代志。有影，多谢。多谢伊提，过来这叠段伫其后，我无可能拄着是啥。好，日本人伫坐铁路，
拄则讲做做铁路，随我嘛会通，毋过因为伊是写做铁路。好，是别位因要换较好、较大路用的。较大路用 A， 对，迄个 A 可能我记可能是轻重音，可能有对啊，迄即个。拍敢若我后壁迄个。哦，对，无要紧，咱就即摆就分一啊一啊呢。即碟是即阵啊嘛吼。是。哦，较少人讲即碟啊呢。对，即摆嘛是还佫有听人讲啊，就较罕尔。对，好，过来有听见日本兵伫南北有对。我袂记你迄个怎我听到啥，所以我有做一个记号。哦，歹势，即个部分爱问迄个，伊摕，你这是你后壁人，应该是你大声看敢有听到啥物部分，交互伊。啊，搁有你后壁是，玉峰后壁是，敢是阿丽？对，看阿丽甲伊摕敢有听到倒一个部分要来斗掠读的。伊摕敢有？哎呀，上尾大，敢是伊敢是写无品啊？哦，毋是，伊应该是讲拼安怎样，得拼好啊。对，咱读看觅。轻车，咱对第二段开始读。轻车若要出来，对，若要出来落船，拼安怎样？这个拼是啥？拼，咱拼好啊，照拼，对，照拼，对，迄个拼，对，照拼。安怎样？对，无拼就无讲要安怎样。哦。对，因为老轻车伊就敢若迄落嘛，升飞机，毋过其实无去。逐个拢等下咱问题看到迄落阿婆浪讲即个故事，即句话，即个捌听过。其实就是迄落老兵团，伊咧走路嘛，伊无要，伊伫遐咧呛讲，伊定着甲日本人相战相拍。毋过伊其实家己装做阿婆，后阿婆浪讲，伊其实嘛无凭讲，无迄个人交叉协调讲条件拢无，所以无拼安怎样，遮应该是咧讲老兵团老轻车，就回去就做伊走啊。这安怎样是咱迄个歌册有学着迄个？无毋对，是都是安怎样？安怎生呀？对，嘛有人安尼讲，你敢若较古早较侪，啊个即马敢若。我讲安怎就安怎生就是安怎嘛，安怎样？咱可安怎？对，咱即马音可能较平淡的，较早敢若较侪拢讲安怎有较侪，即嘛有时来差，对，但每一个语言本来就会有即款自然的发展安尼。好，安尼过来，阿丽敢有？阿丽也是伊提敢有要继续补的？伊提敢有？我到遮。来提。安尼阿丽这边敢有？我遮无。好，赞。安尼我阁有补记的，毋过我无确定，我迄就是听着啥。即摆即个画面的第3段，对第1段开始到8月24因有来，总是老轻车毋出去归地因，就等于无要去导航，对，归地因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拄则袂去听着啥。好，日本有听号到，对，听号到，拄则是听号到明仔载，应该是袂付转调。好，过来咱继续读，遮敢有人要来斗掠糖诶？我看一下是啥物人的管区？是阿丽甲欢喜的管区。来哦，阿丽敢有要斗掠的？做一下。无吼，好，
安尼人欢喜，敢有要斗掠的？你咧赛车呢？你安尼敢？你拄则安尼敢无斗掠？拄则即拍的阵。我原底头拄有听着，毋过我袂记伫倒位啊。对啊，就正常的，因为若是无随读随记，袂记哩是最正常的。我袂记伫倒位啊。好，敢若是关，啊，毋过我袂记倒一撮。好无要紧，安尼咱互会记得的人。洪总兄敢是有要斗掠？我请教吼，即个读册会是逐个月的即个头一届，头一摆是读册会，啊，过来就是专题嘛吼。嘿对。好了解。是，好，欢迎大家小招，较侪人来参加。我等下要继续了之前，我找一下迄个拄则包芹菜到底是安怎互人掠包？芹菜拢走去虎城，上山可能的事，咧做铁路，我阵个后壁，好，无要紧，咱继续吹。上尾迄老金车是安怎？讲有掠着，还是无啊，伊就走去啊。走转去中国啊？对啊，登山。安尼无死就对啦吼。敢若无写着，对。好，安尼我个补充，因为我拄则有拿记一寡。第四段极大，拄则读做极大。过来主谋满刀主谋的人，对，主要来计划的一个对阴谋的迄个谋。好，有刷囝批信，着刷囝批信，应该是袂记转调。交密是一个词，着交密，塞蛇百姓的交密，着甲因拢抬到了啦，或者交密。好。有交密或者拢抬到了，交密基督徒。对。消失是啥物？消失是啥物意思？哈？消失。塞蛇。塞蛇。塞蛇啥物？我等下看一下迄个语词内底敢有塞蛇，咱等一下会看到。咱来语词一拍的阵一个来看。好，安尼过来，迄个遐的兵，第二段遐，对彰化家己落来，甲遐的兵对布地喙来的有3棍瓦，应该是安尼册。对，遐的兵对布地喙来的有3棍瓦。啥叫3棍瓦？小接近3瓦。3棍瓦，安尼啊。3棍瓦。日本兵对彰化家己落来，甲遐的兵对布地喙来的有3棍瓦。因为咱头一间若是直接读的阵，对，咱就毋知伊到底是安怎长句，特别是咱阁有迄个时代差的时阵，定迄个语法的结构，较无共，较甲咱即摆较惯势的较无共。咱这其实是我感觉比迄个语词搁较趣味，毋过搁较歹说明，爱搁加读足侪物件，慢慢会有感觉的。布地喙是咧嘉义啥？嘉义布地。敢是我是安尼想的，敢就是嘉义迄个布地喙，因为彰化甲嘉义落来，对吧？嘉义布地喙，若是有人知的，才甲开麦克甲大家讲。布地是一个地名无毋对啊，但是布地喙是啥物意思？布地喙敢是港口，就可能通常咱若是布地有可能是个港口吼，可能为迄个口入来就对啦，叫布地喙。因为咱常常有台湾的地名、地号名，若是有啥物喙。伊这算海军嘛吼，是吧？是迄个时代是海军。好，过来到这段的第3段9月初2，迄个初可能袂记变调。迄个船火昏船号做第二事哦，伊敢是啥？这可能毋是台湾话，我无确定。毋过咱拄则读第二事，对，所以我都记一个尔。毋过会这可能是台湾话。好，安尼咱
是我有问题，迄啥个因读僵化，是，啥物僵化意思？对啊对，这敢若有分好差，哦，对，讲话中话我拢捌听人讲，拄则迄个第四节、第二趴，第二趴第四句，直直拄则阿里读做一直，哦，赞哦，我无啊，多谢伊摕到你啊，赞，好，安尼即边敢阁有人要报诶？一声、两声、三声，好，那无咱就来后一边，好。即边敢有人？因为我看一下时间，我就无一个点迄落人，我想要留一寡时间互人来讨论看艺术甲讨论问题，所以我就较紧诶。若是有无人要了，我就直接补充我有记着诶。好，才敢有人要来了？即段即倒厝边一半边。好，那么我就讲我有记诶。我看的是迄个照人讲老禽车有，照人讲老禽车有剃喙鬚，照人讲，拄仔很好照人讲，我无确定，对，大概咱若是即段是你读的，咱才转去。哦，颜粉有补充迄个船，迄只船，迄个老兵团走路迄只船的名的 Wikipedia。大家会当去迄个对话间的网链读，多谢颜粉。好，过来，因独独超过，因独独超出查甫的人的大客，大客就是坐船的人，因为咱会讲大船安尼。迄个会敢若我袂记哩，敢若迄阵听起来小可奇怪。好，日本人知因无要甲因相拍。知囥读做知，拼贴拼贴可能我袂记读做啥。好，过来好伊卦，拄仔读到好，敢是腔口差？有可能我毋知，就无确定考是倒位人，敢是较报告。拼贴是啥物意思？拼贴，迄个起拼啥物？迄个拼贴。因为因讲要备办，因为因想要请迄个无论是外国的领事官，还是迄个牧师，因去甲日本人讲，无啦，我无，因为迄个阵老兵团伊走路啊嘛，安尼咱就想象讲，哇，若是即摆中国拍过来，对台北拍来到我即摆人是打到，毋过打到若是，我感觉毋对，咱无甲估即个咧，我感觉台北会较有可能走路，若是迄个，若是中国兵上山向北拍到台中的时阵，台中的市长走路啊，安尼即个时阵台中市民真惊，无想要派人去甲中国兵的头人讲，无我无要甲恁相争，阮开城门，互恁入来。这代志毋是无发生过嘛？台北开城门的，就是高架嘛，对，咱应该嘛拢知影，当初是。对，这嘛是咱台湾的历史爱知。要派人去讲，爱备办拼贴，就阮要寄互日本。伊请迄个对，迄个拼贴就是迄张拼照，对，迄个拼，迄个贴就是碎贴，灰拼贴拼布的贴啊，对啦，要导航就对啦，要导航。对，拼贴其实应该是这个意思，拼贴。这个词我第一摆听到，拼贴。拼贴，咱无代无志应该嘛袂生活嘛，较罕见用。袂去写一个拼贴讲。是，有影。好，所以是这个拼贴。有影对，直接想到拼贴嘛，无一定是讲导航啦，咱来写一个拼贴讲咱来讨论什么代志安尼啊，还是来佚佗啊、录影啦，拢会使啊。是，好，赞。过来互伊挂，甲因的
军器放遐角伫路里放，就哪怕武器就会那黑白片嘛，啊有人甲遐个兵器收起来，甲遐个武器收起来，因讲收5000外几千，因讲若无收遐个武器，若搁互摕去用，有可能造成较大个伤害。即段有讲着济，对，其实迄个互因挂是啥物意思？互伊挂，我来看一下，等下意思敢有写着？互伊挂有，等下有写着，我看一下哦。头前后壁有字，军服。头前后壁拢有字的军服。但咱看迄个千国时代的咧搬千国时代的剧，迄个什物马褂，这是互伊褂。头前后壁拢有写名，迄款衫，敢若是军服。做兵的时阵，迄个千国兵会穿的衫，或者互伊褂，对。所以有将因的互伊褂，甲因的军器放遐角伫路里，对。等若要走路啊啦，军衫当然烫烫啊，无互人知我是军人。就头顶战争就是军兵仔咧相战嘛。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一般人袂当掠，军队袂当针对普通人。所以拢爱甲军衫烫掉呢。好，过来税务司，有伫收官兵，军器入至战境内，行了，咱应该拢是袂赴变调，拓中英国政权，迄个中应该是袂赴变调。领事官，这应该拢是袂赴转调安尼。拓中，过来较好毋通搁再甲因讲，应该嘛是拢是转调。下晡时，或者下晡时安尼，明望人，对。来交巴牧师，拄好其实咱。迄个今年是迄个巴牧师来台即个巴牧师就是巴克勒牧师哦。巴克勒啊？是无毋对，就是巴克勒牧师，所以拄好咱今年是。咱的标语就是伊来甲咱创作一下。当时创作，我知影伊是伫南台湾是大喙讲伫台南新学院，主要是巴克勒牧师来甲咱。伫咱台湾、南台湾，特别是台南即个所在，伊伫台南过身的嘛，对，拢是伊来撒家的事工。好，对，对咧，这其实嘛当算是巴牧师的迄个系列读册会。拄好，我两个月前应该就是办巴克勒牧师的读册会，对，即篇嘛拄好讲到巴克勒牧师。好，过来，因为南部的兵。是较近伫府城，好过来19个，应该嘛是变转调的问题。战行，好，生实有迄个意思。伊甲伊的，伊敢若是你家己添字，伊会甲伊的兵，迄个欢喜这边有家己添，搁加添字入去。对。过来。是迄个兵丁，迄个丁就是介意兵丁的丁，兵丁人丁，男丁的迄个丁。兵丁就是兵啊。对，兵丁就是人啊，对，兵啊，对。必办啥物？拜一早起，对，应该拢是转调。失落，就是讲也拢无人失落伊的性命，无人死，对，日本。咱的确应该嘛是转调的问题，咱的确着感谢上帝，应该拢是转调。迄个得甲感谢的谢，过来。备办啥意思啊？备办就是准备，咱来看迄句安怎？叫做备办就是准备，传对。已经写因的军器，写因的军器，哎，转调。下的是疼哦，对，就是全部放了，对。可受伫
安平的外边，袂记拄来读做啥，可能是外边哦，敢若是好，忽然间啊，搁有草率，草率是就家开讲的意思，草稿的迄个草，率是表述的意思。了解。所以讲遮的物件是遐个顶仔讲的。好，后壁就我家己读的，我都抓袂着我家己，对，看敢有人要甲我斗抓的，对，遮。好，我翻头看一下迄个福人人，遮因有咱用即个色，也有遮因有伊个上，但迄阵日本兵要找迄个留名团，日本军队要找留名团，伊讲因有去迄个船，一只船，因若是有炸着船，因拢有去查，所以因讲因手头日本兵手头有迄个留轻车的相嘛，因有伊的翕相，也有，但咱即摆可能就讲伊有伊的相片，对无？咱可能就讲伊有伊的相片，所以迄个就是讲因有伊的翕相，也有斗啊对看，对，所以因就无讲一个一个掠来，一个斟酌看，伊就是讲也有斗对看，对，我就感觉足感性诶，啊总是无找着。对，即个讲。翕相是名词对无？对啊，所以我才会讲，若是咱即摆来写这，咱就讲有伊诶相片，对。好啊，我迄个原来咱其实嘛会当讲，我手机后来有足侪你诶翕相，你较细一个，哈哈哈哈，有足侪你足歹诶相片，你较细一个，就赞就赞。啊也有斗对看，我感觉即句真正是我即个时阵我写袂出来，对，毋过一看就知，啊嘛足感性、生字啊意思个明白。好，你讲迄，我问一下，你讲迄斗对看是迄个兵啊，上船的兵啊去找迄个老轻车，啊伊算是讲甲伫船仔顶的人迄个对看，啊确认讲是毋是老轻车，是毋是安尼？是，无毋对。我感觉写到足感性。好，多谢黄兄。好，安尼咱掠糖即拍，咱就到遮。安尼我来切画面，咱来看语词，啊，搁来看迄个今仔日要讨论的问题。好，即摆大家敢即摆我的画面爱暂停分享，等我一下啊 ，stop。好，安尼咱即摆有看到语词的部分，我把条较大的，毋过有可能嘛是可能对一个人来讲无够大，毋过恁就听我讲安尼，啊嘛会当恁入迄个今仔日的迄个消息的网页内底，恁嘛会当家己伫家己的电脑调整，安尼就会当看较清楚。好，安尼咱头一个冰贴。拄则咱已经讨论过啊，我就无搁加讲。啊，搁来准谔，基本上对主级底片的准谔，基本上就是准可欢的色笔或者准谔。啊，搁来谱的意思是单位啦，就偌远对，离天七步路，一个远度的单位。上山拄则有人毋知，其实上山其实就是船客欢人要上山，其实咱拢会讲上山哦。搁来火焚船仔就是去船，浮的迄款船。好，孤里的意思是出力做工的人，或者孤里。啊，搁来驶趖是啥物意思？驶趖拄则有人咱有讨论着，或者煽动使人去安怎对，所以叫做驶趖。这就大家若是先，这拢是迄个头前有先读的人有做的替咱做的共同笔记对，所以读册会的功能，若是我家己一个人读，我就足必大做笔记的。如果若是有读册会，都会
因为大家拢爱做，无啦，大家拢迄落放我放放，读册会都会无去。好，过来，多无，气度无力，大客就是生客，这阵的人，好伊卦，咱拄则嘛有问到，是头前后壁有字的军服，好，过来遐甲单调，战经拄则嘛读到是仓库，过来托中拄则嘛拢有读到，就是委托。工，你莫甲我工啦，创治欺负气人，对，咱应该是起毋着字去。好，草率凊彩，对，凊彩，懒散，也就是凊彩，大坎，大戆呆，啥物黑白讲，这黑白讲，阮迄个阵应该是读册会，伫咧黑白讲话，对。所以迄条大坎坐也袂开，应该迄条的大坎应该是迄个，因为迄个阵这篇咧写的时阵，遐个店有讲迄个嘛日本府写了后，因为伊讲日本歌好，毋过编啊有好有歹，所以嘛是有做足侪歹代志所以足侪人毋敢开店。伊讲迄个日本兵入城了后的。10天差不多，家的店拢毋敢开，一直到即嘛，对迄个意思的，伊咧写文章的迄个时阵，嘛是有即个大坎，即条的大坎，最店嘛是还袂开的大坎，即条的大坎的应该到底是啥物意思啊？空暗啦，空暗的意思。对哦，真的哦，原来是空暗，所以才写大公。大红仔到底敢是对的啊？因为这差不多是我2当前读的啊。莫空压啦，边仔要来你搁开店。哦，我看那。伊安尼骂人骂甲遮好听的呢，骂出遮好听，骂出遮赞的呢。哪有技术啊？你大坎诶。迄骂出遮赞的。大坎讲是较大间的店嘛。大坎间较细坎诶。安那有合理，我感觉这较合理。听起来拢有赞的感觉。你较侪物件通互别人抢，好啦，安尼遐毋是骂人啊？对，好，多谢大家做伙读册，多谢洪总兄。好，再来武德嘛是伫上尾遮。所以阮某咧边仔，伊讲大坎就是较大间的店啦。甲知，我就是上爱有甲将成败做伙读册，就是有差。我就是真正我毋捌听过，就我真正毋知。对，多谢。就咱读册会的功能，多谢大家做伙读册。我想讲骂人，敢骂甲遐尔好听的哦。无，毋是莫个黑白迄落人三讲，侪人嫌因的武德错，保育，武德保育是啥？我即摆毋知呢。武德，对，这是我读的迄趴。查书店看卖。对，后来我等我一下哈，我来先甲册台语开起来。好，来哦，咱来查武德到底是啥物？武德，你讲因武德粗俗啦，就无天理啊，对，就暴虐拄则写的迄边的是暴虐，是这个意思。暴育，对，好。安尼咱意思会讲混。我问者哦，你讲迄个武德粗俗这粗俗敢若是咧讲一个物件，迄个无啥物价值，毋过这个迄种一个人的品行，敢若佫无啥对等诶。当然呢，我毋知呢，我就是会使。我嘛感觉我就是拢会使，就拢会当用。因诶，人嫌因诶
因的无道粗俗，那是抽残。因为迄是原文安尼写啦，对，因为我叫是拢会使，对，也是可能咱即马较无食用。还是讲这个抽象啊，那种抽残的意思。可能，嘛有可能。好，安尼，咱的语术今日先讨论到这，咱个时间留互问题。好，安尼咱做伙来看问题的部分。咱今仔日遮拢总有7个问题。毋过感觉无使，我无搁热心的。毋过好，这是阮2当前在读的时阵那个问题，咱一项来看。啊，可能剩的时间可能，我咧想可能加经2个问题，可能的时间差不多大概当讨论。啊，我一个先甲问题读过，啊，我读了后会甲大家问讲对倒一个问题较有趣味，会当举手。安尼我就算迄个人数，啊了后咱针对较侪人举手的问题来讨论。好。安尼头一个是阿婆人讲的上语，当时听到的。第二个，这篇内底的唐人甲虎城人，敢是无共的人？第三，为什么人会相信假消息？第四，这个作者写人，中国富人人是啥款人？第五。是安怎伫邦寮拢无撞着阻碍，虎城就有？第六，搬过长山敢有卡送势？等者有人伫举手？无，我等一个，一题，甲大家迄落，咱先拢听过，大家毋免着急买迄落转票。好，第七，是安怎作者讲日本歌是好？好，咱即摆目前拢总有7个问题啊，真正就无彩，才知影我今仔日个较拍拼的。讲像迄个乌克兰战争，因的迄个头人，因的总统Zelensky 的无逃走，毋过像你看，1000个人的逃走。好，安尼咱对头一个问题有趣味的人，伊提咱敢会当替我算一下，因为我即摆若是敢翻头算，按册画面，替我算迄个举手的人数。咱头一个问题，咱一个人拢总举3个，上最举3个，好无？咱来算大家对倒一寡问题较有趣味，咱再来讨论，真相，较侪人举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阿婆人讲的俗语，当时听到的，大家对这个问题有趣味的人，请举手。一声。2声、3声，好，安尼拢总有2个人。我发现我人看 iPad， 伊摕倒写，我应该毋免有人，我应该咱家己算倒写。好，咱有2个。好，安尼第二个问题，这篇内底唐人甲虎城人，敢是无共的人？对这个问题有趣味的人，请举手。一声。有台南人随举手哦，2声、3声，好，安尼有3个人。大家拢会当摇，无一定爱拄则有读册的人才能摇。好，安尼有3个人。好，毋过我即摆才讲，若是等下头前2个问题有人要补牙的，我上尾再来甲大家问。好，第3个问题，有啥物人会为什么是安怎人会相信假消息？对这个问题有趣味来讨论的人，请举手。一声、2声、3声，有3个人，好，4个人，好 ，OK， 请会当放落来啊，多谢。好，第4个问题，这个作者啥人？中国富人人是啥款人？这个部分是咱内底有读到讲。迄个日本的人有啥物掠中国富人人伫迄个领事馆内底，对，所以伫台湾诶迄个北国领事馆是啥款人？好，安尼对这个问题有趣味的人，请举手。一声、2声、3声，好
一个人，倒写手会当放落来。好，过来第5个问题，是安怎伫帮寮拢无撞着阻碍，负啥都有？一声、两声、三声。好，我看3个，4个人举手。好，5个哦，哎呦，赞哦。好，大家当放落来，多谢。好，安尼第6个问题，搬过长山敢有敲送势？开始咧讲上尾遐个人，未堪伫日本，感觉因都糟蹋人个人。好，一声，对这个问题有趣味人请举手。一声、两声、三声，有2个人。好，多谢，出会当放落来。第7个问题，是安怎作者讲日本歌是好？对这个问题有趣味的人请举手。一声、两声，我要举手。3声，好，3个人。好，安尼咱来看，第1个甲第2个，敢有人要报？我问一下，第1个问题敢有人要报举手的？无人讲的俗语，当时听到的，一声、两声、三声，好无？第2个问题敢有人要报举手的？这篇内底的长人甲虎声人，敢是无共的人？一声、两声、三声，好无？安尼咱上侪人想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个。是安怎伫帮寮拢无撞着阻碍？日本兵咧上山的时，毋过伫虎城就有5个人举手。安尼我看因为3票的有2个，我看咱今仔日可能就敢若有法度讨论这2个问题，所以咱就先讨论是安怎伫帮寮拢无撞着阻碍，虎城就有。过来再来讨论为啥是安怎人会相信假消息？咱今仔日可能有法度讨论这2个问题。好，安尼。对，咱就先对人上侪来讨论。咱今日的册内底有讲到，日本兵对北平嘉义、彰化嘉义迄边有上山，对屏东的帮寮遮，应该是屏东的帮寮啦。对，旗后安尼高雄的打到的旗后安尼拍起嘛，拍来到虎城，安尼伊讲伫帮寮这边南部这边就较无撞着阻碍。大家感觉是安怎？虎城就有对，看大家对帮寮这个所在有熟悉无？因为帮寮是算是屏东遮尔长嘛，对，这个海岸算是中的迄个所在是帮寮。好，安尼拄则也出有趣味的人，我想请一个人来讲看伊的看法。通常我会通常拢会先请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讲，是安怎伊要提出这个问题，还是讲伊家己初步的想法，再来其他的人再接这个势来做伙讨论。我会记得这个问题伫2当前应该是我写的，对。我写这个问题主要对就感觉小可趣味。敢若颜粉有提供迄个讲，敢若嘛有抵抗。伊讲帮寮可能敢若嘛有抵抗的款。我偷看一下伊的分享的网站。大家中语警报嘛有人的讲法，对，这是教会报的讲法，对。毋过讲一个代志，拢有无人切一点。中语警报即摆会看到中语的资料咧讲。帮寮其实有古战场，而且伊个主张讲帮寮的家当是1895年日本军队上山的时阵，反抗上强的所在，对，嘛是一个讲法。好，毋过这篇也是讲咱若是安尼颜粉提供这个资讯，无定着咱就会变做安尼是安怎？甲第2个问题相共。是安怎伊安尼写？啥作者会认为伫帮寮无啥拄着抵抗？对，会当甲第2个问题做无trou即篇帮寮无拄着抵抗是假消息。
尼我想请我拄则我会记你有野手的人，迄个洪忠兄敢是有野手？洪忠兄敢要讲看嘛？安尼我感觉咱两个问题做伙讲好也是对，有感觉相关拢有人来讲，咱请洪忠兄先讲。你讲这个芳疗，这个是假消息啦？我毋知影，无一定，可能是伊听到的是安尼，因为迄个时代嘛无网络嘛，这个消息是安怎放送的，咱无定嘛当想看觅。这话假消息是人挑故意放出来，当那个个要造成什么效果的款啊？是，这个，但是芳疗这个所在应该是较偏僻嘛，你府城啊人啊侪，当然反抗一定较大个啊，你较芳疗应该是较挖海边嘛，是，海边应该，人少啊，你当然反抗的人就少啊，府城人济啊，反抗的人就济啊。有影嘛是有道理的。毋过我拄则看，我即摆开始犹豫，我2当前提出来问题，因为我即篇读的拄则搁重读一摆，感觉府城人其实嘛无抵抗啊，因就是去送冰贴讲无，我无要甲恁拍哦。我咧想敢有抵抗，我小可袂记得啦。啊，咱来问台南人，啊你应该拄则嘛有野手？我有野手，毋过对啊，看起来是真的。我感觉应该特别我们庄脚所在较侪，真正是德国的道菜刀。毋过若是府城，特别是府城，真正是，若是迄款在城市中心迄个行乡的情绪，应该较够烧话。而且迄个老金车，佮已经走路。对啊，走路。我感觉，因为假消息原底就是要设计来，互你相信的。佮等一下，即马因讲实在，咱人嘛无介做啦。若是讲大家有想要讨论的，直接开麦好无？毋免等我点，还是创啥？对，咱的迄个网络嘛，因为我感觉其实假消息上大的迄个，毋是伊是真还是假，是咧破坏信任嘛，互社会乱。有人讲安尼，有人讲安尼，上尾就拢对，准拄说，我毋知要相信啥，就变做这是一个无价值，但无对甲毋对，无中心思想的社会。因为伊的出发点就是要放风声，互你去相信，伊设计原底就是安尼。啊，若真实发生的代志，毋过真实发生的代志嘛，有可能就喊过的。咱一般人听着，我讲，有影哦。无一定听起来大家相信，假消息就是要互人相信的。即马网络大部分拢嘛假消息足济。对，伊就调工的啊。对，我常常想到，其实真正，我想到上近的一个是，迄个时阵差不多可能2个月前，阮爸是对我来讲，伊是伫阮兜从细汉拢咧甲我教讲，在中国党毋是咱台湾人的党啊，蒋臭头啊是啥物款的人，咱无应该叫伊蒋公的即款人。毋过伊迄阵我2个月前有一摆我转厝啊，咧甲伊开讲的时阵，伊就嘛无开讲着我做我的代志，伊做伊的代志啊。伊咧看 YouTube， 伊就常甲我讲，润啊，听讲迄个美国伫联合国主张要互台湾加入联合国，啊，中国的代表去甲转倒啊离开啊。我讲哈，伊讲你查，看甲有影。啊，我就想讲无可能啊！我讲我无相信，我当然我嘛是哪查，毋过迄天我会记得迄个日子，是因为迄天我的面册拢是咧铺迄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咧警告台湾讲，可能毋免等到2027，中国就会甲咱拍的即个新闻，的美国国防部长出来发言警告啊！我讲敢有影？对啊，阮爸老讲的即个，我就讲我毋相信呢，因为。川普，你讲川普安尼讲，我毋相信啊！我相信美国即个制度，毋过川普即个人反起反倒，我毋信伊安尼讲。而且伊若安尼主张，伊应该先互美国甲台湾
建立放狗啊，伊嘛无啊，对，啊伊就讲无，你查，安尼，我就因为若是有即款消息，咱一定伫我诶面册一定会浮出来，我就讲好，安尼我先去看偌千条诶面册，无，啊我就去看 YouTube， 对，拢无，伫我诶消息，伫我诶面册是在那浮出即款国际新闻诶，毋过无啊，我就敢有影。结果是假啥？是假，当然是假。啊，我就问讲，我就问阮爸讲，你对看到？因为伊个过去1分钟讲有无？你有看到无？我讲我无看到呢，而且我平常时我 YouTube 甲迄个面册，我拢有甲热听到诶，迄个伊若是有发文，会随甲我寄通知来。毋过我拢无看到，国防部我嘛去看，拢无看到，因为咱台湾这边一定嘛会有回应嘛。啊，美国迄边嘛无看到啊。啊，我讲，我就问阮爸讲，你是伫倒位看到？伊就讲，即个啊，即个，伊就摕一个 YouTube channel 互我看。我一个看，我就发现，我讲啊，安尼，我哦，迄安尼应该毋是真诶哦。啊，拄仔好，阮小弟迄个阵拄仔对楼顶行落来，啊，阮爸就叫阮小弟讲来，我拄则看到迄个美国讲，迄个要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中国气甲走伊，哈哈哈，安尼，你甲我看这敢是真诶？阮小弟就过去看，啊，就讲毋是啦，你看即个 YouTube channel， 遮偌侪人甲伊，遮偌侪人咧对尔，啊，而且即个消息嘛无讲来源内底，迄个这应该是假啦。啊，阮爸的，哦，安尼，啊，我感觉上恐怖的是，啊，阮爸就讲，哦，啊好，安尼应该是假，这可能是假消息。啊，我就想讲，若是迄天阮爸看到即个消息的阵，无阮小弟伫边啊。安尼有可能相信，而且伊会相信讲，哦，安尼因为即个消息是类似是对台湾有利的，啊，毋过对，毋过阮爸已经是一个，伊就是咱台湾人知影讲爱反中国党的人，啊，而且我感觉上恐怖的是，我迄天转来了后，我阁买面册，嘛是共款看到，咱的先辈，就是伫运动上，伫建国运动啊。台语台文拍拼足久的先辈，伊的面册嘛，共款刊出，的伊看到迄个共款，应该是阮爸看到共一个资讯来源，啊讲，这敢有影？迄个美国主张要互台湾加入联合国哦，伊就伫面册曝光，这敢有影？啊，则有其他的人，伊的面友去会较会讲，这无影啊，这骗人的安尼。我会叫阮爸，阮爸讲好啦，安尼这是骗人的，这是假消息。阮爸就讲，哦，安尼有可能是假消息。毋过是安怎中国要放即款对要放即款假消息，我就讲，伊讲这是对中国不利的呢。我讲无啊，这无对中国不利啊，因为这放啊，那是互台湾人知啊，台湾人足欢喜的，就就是讲，咱毋免准备，咱就是咱的国际局势大好，咱就毋免有心理准备啊，安尼当然是对中国好，毋是对中国歹。伊的意思，阮爸的意思是讲，即个新闻互中国足无民主的，毋过实际上其实是对中国，若是要占台湾，啊，互台湾人较无警觉，其实是有利的。对，我感觉即个代志，我感觉足恐怖的，因为这拢是咱即边的四大人先辈看到嘛会信的假消息。而且我想到是安怎恁老爸看到即个信息，啊，毋过你都无看到，安尼。因为我无看中国，因为你袂看中国的迄边的信息，啊，毋过恁老爸有看中国的影片，有可能是演算法的问题。算法啊，绝对是算法啊。所以中国的影片毋通看。毋过真正全台湾足侪人拢咧看，啊，迄就是因为咱真正就是因为咱捌中语啊。咱若毋捌中语，其实迄个假消息的成本会加较悬，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替对片的中国甲路做甲就矫正诶。啊，我感觉真正是假消息，我感觉大家敢有感觉有啥物方式是咱较有法度应对的，对啊？你听敢有感觉像即款情形？啊是，颜粉拄则嘛有野手嘛，颜粉若方便讲话嘛，咱毋知开麦哦，对啊。等于美国，恁兜等于美国了，足久无听恁的声。我是抑个留伫迄个第5条，因为我想讲这是迄个教会
教会公布嘛是我即个作者敢是嘛是伫教会内面可能咧做代志诶人啊，感觉伊会安尼讲，是毋是为着要互迄个受伤还是死亡诶人数减少，所以伊搭甲帮疗遐接诊诶状况，甲伊讲较轻诶啊，所以看府城即边诶人会当较紧莫去调整安尼嘿。哦，所以你感觉迄个作者是知影，毋过暗看哦，因为伊讲，因为伊是敢若讲无拄着大番大阻碍，嘿。对，所以感觉伊是有可能有一寡立场，所以无特别报，因为看起来迄个网络迄个资讯放了遐迄阵，敢若真甲嘛是甲伊凄惨。对，毋过我在想，我嘛相信，对我讲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毋过真正是毋知影即个作者啥人，因为我嘛相信迄个时代，若是伊毋知影放了迄边有钱嘛，是有可能，毋知迄阵时代风声是安怎送，咱即马就拢网络嘛。毋过若真正拍时阵，咱应该是听radio对无？伊摕有要讲话听。我细汉甲阮屏东阿嬷问过，我问伊，28甲日本时代，伊敢有拄着啥物代志？啊，毋过我阿嬷是讲，伊住伫咧深山哪来，伊有看过飞行机，啊，毋过伊无亲像台北是搭到迄阵28拄着的迄种情形。啊，毋过我问的时阵，我会想。我迄当阵阁无意识，可能迄个日本时代是28，迄个时大人会较紧张，较袂讲老实话，所以我拄则听着即个问题的时阵，就我嘛毋知可能放了有迄个震动，啊，毋过我想起来，阮阿嬷讲伫深山哪来，伊无拄着啥物代志。哦，毋过其实讲实在，若是讲是28，这是有影，因为日本迄我都无确定。毋过28有影，其实是一个较相对城市诶代志。当然你讲咱咧甲因相争了，走入去深山有。毋过其实若是讲是大规模杀人，啥物诶，通常拢是较城市诶，因为精英头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有影是会伫人较侪，啊，若是真较无，可能是走路才走去装卡的。另外迄个较会互人骗着的即件代志，因为我较无咧看，若是要录影片，可能我较定咧看韩国话的，所以若是真正发生足大的代志，可能我的面册就已经有足侪人讨论啊。我就是迄个韩国遐嘛有新闻，所以对，我感觉若是要讲，完是莫看中国的物件。系啊，若是我感觉要互人骗，迄个资讯来源，亲像拄则讲，可能平常时啊，就咧录中国的影片，无迄个对象应该嘛是家己有相信的人，啊无家己较踮伫遐较舒适的群体内底有人咧讲。所以会较轻，较会甲人相信的迄种感觉。所以咱真正是就算，阮爸就准说，我讲阮爸较无迄个，我讲阮母啊应该看过较侪，对，我讲照政治立场来判断。毋过我甲阮母啊较够冤家，毋过我感觉其实解决假消息上好的方式。真正是咱爱加甲身躯边，对你讲厝内人，还是你若重要人，爱加有迄个连接。若无你家己讲这是假，伊嘛袂信啊。而且我是感觉讲，是有风请。我是感觉讲，应该是讲，咱即马对迄种无
无正确的消息，伊的迄种怀疑的迄种心态，较无遐尔啊强。就是简单讲，就是台湾人较高，较容易相信别人啊。就是提防的心无遐尔啊悬啦。毋过若一直提防的时阵，敢是无？这甲社会信任敢有关系？敢是咱社会信任过伤爽，毋过等到互人理解所入来。因为你嘛知影，咱台湾人做好客啊，所以你想拄着外国人嘛是拢无啥物戒心嘛。我是感觉讲这是民族性的问题啊。你其实若是要建立讲，要对消息的求证的心理，就是讲，除非啦，逐个人拢心内拢爱有一个提防，就是讲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先莫直接去相信啦，就是先对怀疑开始来搁去做求证啦，就去求证讲这个消息伊的来源是伫倒位。这个来源敢是会互人信任一个所在当然，就要去判断讲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毋是一个有公信力的迄个机构还是组织我是感觉讲，你就像诈骗集团。即摆为虾米骗到遮尔啊侪钱？就是台湾人即摆佫未有建立迄种拄着代志就先去求证的迄种防备的心态所以较会戆啊，去用骗去的人足侪所以但是就是讲即个风气，若讲大家有建立起来，就是讲会去怀疑家己听到看到的物件，来过去做一个求证的话，我感觉会去用骗去的几率应该就会大大降低。我的想法是安尼是，我感觉是一个切入点。我听到的，我讲哇，安尼代表伊心内都无安全的。敢是海洋的啥？拄啊讲这，我感觉甲迄个教育有介大的关系，就是咱迄个伫。可能咱即个人啦，为国校啊、初中、高中，拢是听迄个一本迄个教科册诶消息。你一直有咧读迄本拢无，就是你拢无互你练习思考你会习惯去挖考迄个专位还是啥的其实主要就是咱伤相信迄个，就是看这个人伫电视观顶定讲，就感觉伊讲的会是真的，伊做。电视顶头呢？所以我是感觉可能教育的部分爱，因为就是像若有讲迄个囡仔人有耳无喙。定讲这囡仔就较袂去思考安尼。对啊，因为我思考嘛无路用啊，我想到你也毋互我讲所以爱互因较侪表达意见的机会安尼。是，有影，我听完欧卡想。对啊，我感觉就赞诶，有即个迄个。对啊，就像即摆，咱拢建立做者小群组就。大家斗做伙就伫顶悬传一寡不实的消息就是拢即年纪较大的人，也是讲较无求证能力的人，就戆相信讲迄是真的就佮继续传落去愈传愈侪你着像讲我看到迄个年纪较大的人传迄，我感觉嘛怀疑的消息，我就会去查。去家己去 Google 无你就查，你就问 ChatGPT 看伊甲你讲啥物你就当甲你看到查到的消息，去答互因知影安尼。毋过因通常敢会信，我毋知，我真正是毋知。对啊。ChatGPT 有阵
哦，因足够全呢。对啊，对。就大家讲哦，敢若有影共款呢。真的缺 GPT 的功能。对啊。其实不止即嘛，迄个较早的电台嘛是食药啊，大家观点学袂全嘛，大家拢买药啊买到都欢喜的。对啊，是无毋对。我想无伊是拢长期的迄个人的主持，较无像即嘛，迄个消息放了一个口泽太屌，你都毋知迄个消息倒位来，而且都最拢是境外来源嘛，对无？消息的来源拢是境外的，哇！对啊，迄种中共因对台湾迄个统战的策略，就是讲，迄个怕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不如骗台湾，就是安尼。有影。我想到卡罗嘛拢有野手，卡罗敢有要讲的？对，像拄则大家讲到的有相关的讨论，卡罗敢有要讲的部分？哦，就是有时阵那个大家会相信假的消息，有可能就是甲家己的就是伊毋免讲伤济什物详细说明，就一句话，一句话其实你若雄雄看到，就伫你的心肝影，就是已经有印象，所以假消息会使用一句话先甲你说，说了后壁其实人嘛袂详细看，嘿，变做讲大家会相信假消息是因为伊假伊就免讲甲有影，变做伊就会使一句话，伊就是要甲你骗，当然就是迄句话会写甲足正当的，嘿，你看到都有即个印象都足清啊，你若讲真的消息都会足复杂，复杂你就看无啥有嘿。我嘛是信假。假消息，嘿，就是像讲咱食即个食物若讲是即个较化学的，真好食。你若讲食天然的，无味，无滋嘿，无。对，无滋无味嘿你若去食迄个什物制片嘿，我这上好食，毋过内底掺足侪物件，毋过咱的喙齿可能就惯势即种。做刺激，做拢即马消息，咱对消息嘛变做安尼。若无用一句话，安尼甲你写。时间短影片，1分钟。对，而且是爱每一个人，因为咱即马拢做解讲，什么人是做毋对的。我会记有一个新闻伊就讲边有一个查某可能是即个跳人台视的即个好朋友。迄新闻大家拢相信，就讲就是即个伊的好朋友出卖即个跳台视即个大家拢知影大家拢信信真相信结果过2天讲无啦，根本迄个人拢无出现是安怎是误会，毋过大家就做爱即种做戏剧性，有一个歹人对爱好刺激。嘿，搁爱有一个歹人，因为大家拢感觉生活不如意，爱有一个讲有够歹人，家己会感觉家己是好人。有影。大家好好照顾身躯边的人，甲身躯边人有交陪。好，安尼我想讲，咱今日讨论就到这，读册会到这，多谢大家参与，主要是台湾时间有较晚，对，真多谢大家讨论甲足精彩的。我想要甲，因为后礼拜咱的第194回的文化论坛，同一个时间是要来讲，叶新宇要来讲迄个打到的迄间台艺实验学校，对无？杨婚应该嘛真适合来听。安尼咁，龙根遐即摆敢有介绍？邦岭国小。对，放那个国校，安尼毋知龙光遐敢有方便，因为龙光遐即摆是人身体较无爽快，对，安尼交互龙光遐。好，感谢论坛哈，无对，迄个咱后礼拜我嘛真期待要来听，迄毋知真定假，毋知消息真消息，我来听看卖安尼。到底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咱做伙来听看卖。
嘿，好，啊无咱后礼拜共即个时间见面。好，安尼咱就后礼拜再相会，多谢大家今日参与。安尼大概台湾这边看我就上落线。我来困啊。再会。再会。